就是它的金额会比周边实际上的一些房租再低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吸引力也蛮重要的，所以我就会想抽抽看，然后也有找朋友一起来抽这样子。现在因为是住在那种小套房。那但是因为你不确定说隔年房东会不会再续租给你，或者他会依房价浮动，然后突然给你调整租金，所以变成说你会有点担心房价，就是房子的租金会变动得很快。那因为就是政府新建的话，会感觉比较有保障一点，在租金可能也不会说随便乱调整，因为它现在是全新的，然后又在不错的地段，生活机能应该也都是不错，所以对年轻人来说，这蛮有吸引力的。加上它有专人管理，所以你不用担心安不安全的问题。加上政府也有附上基本的设备，像是热水器或者是冷气，所以其实你只要基本添购一些小家具就可以入住，然后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加上它也会就是管理，对于可能不适任、不遵守规定的也会记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是蛮不错的。今年按胜有3个社宅完工啦吼，第一个是仁爱，第二个是成功，第三个是小东啦吼。同时嘛有2个所在开工哦，包括东兴甲今仔这个平时一起，这是拢今年都会推动的吼。这个地点拢拄伫咱个精华区吼，所以讲交通拢足方便的，而且所有配备拢有啦吼。通过安尼会当互咱这个青年甲这个弱势团体会当有一个较好的居住的环境，这嘛是咱努力的目标。宜居仁爱呢，最后是有1448户合格户，那我们抽出75户，宜居成功的话呢是2520户，那我们抽出103户。那我们后续呢，在年底的时候还有宜居小东大概378户左右呢，我们会来招租那请民众呢，大家在有愿来申请。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今年大概农历7月以前就可以顺利让第一批社宅的这个民众可以顺利进驻，赶在农历7月之前提供最好的服务。那社会住宅是国家的政策，也是这个落实居住正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借着这个工具，能够带给民众能够成家安心，能够住进去而且能够安心的居住。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台南市的社会住宅。你好，是今日欢迎看7月23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这摆丰台台南受灾严重的区域，除了停水停电，连网络嘛袂通，而且到今也受部分的区域信号并无稳定。对此，市府发展处甲电信业者建商调向灾区5段补偿等优惠的共识。另外，针对房屋严重受损的1万户，市府嘛持续向中央争取，预计上紧后礼拜为租金就先提拨资源来协助灾民重建家园。洪灾到目前复原的进度、启用整顿以及灾民补助维助的状况如何？市府由秘书长尤天豪率领相关局处再次向市民报告。其中针对网络信号中断或者是无稳定的部分，市府已经甲业者研商达成5段优惠补偿，预计1礼拜内答复可行方案。灾区的月租费减免2个月，那第2个免费换卡，第3个换机7折，第4个维修与配件8折，第5个重灾区的账单催缴延长至3个月。那3大业者的与会代表都一致同意，允诺在1周内回复可行方式。会中秘书长表示，针对灾民房屋毁损的慰助金申请已经完成10924户，强调已经持续调整申请程序的简化，了卖加速新灾流程。其中慰助金的部分，除了向中央争取放宽无限1个门牌申请1户，同时嘛预计后礼拜开始，国土署提升指引1万户慰助金和灾后重建。针对我们原来救助这个计划里慰助计划里面的，包括本来只是一个门牌申请1户，
现在目前我们已经极力的在跟中央争取，是不是可以一个门牌可以好几户，以实际上居住户为受理的一个申请的对象，还有包括公益大厦的部分。公益大厦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把它分别为共同使用的部分跟区分所有权的部分，那我们也都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挹注。那另外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行政院也知道，也知道我们地方有实际上的需求，在我们台南市多方的争取之下，他预先要先拨1万户的挹注金，1万户的挹注金，来先让我们能够赶快来支应。我们预估在下星期就有部分的灾民就已经可以很顺利的拿到相关的挹注金的部分。面对灾后，若是道基老人，或者是弱势不方便，市府表示，公所嘛主动到处协助服务，让民众一旦有相关的疑问，会当向七股、北门等11个公所的防灾联合服务中心来查询。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这摆风台早来16级的强风，造成台南7股沿海下湖沙洲堤沟出现破口，加上海堤损坏，高达咸田甲道路也泡伫水内。为了烦恼雨期搁要来，立委郭国文甲林俊宪邀至中央地方相关单位高中会勘，希望赶紧找出解决方案。对空气画面看到7股的盐田拢是水，因到176线道经济站的丹那市风台，地势沙洲破空，海水灌入内，造成爆发放气、道路积水现象。顺期搁将要来到，当地居民烦恼，规个村会淹水。包括大海上游的水也是拢对阮这并车过来。所以变成阮进大涨潮，搁唔知要几日，进规整间规个拢满水位的状态，加会去盐田规拢满水位，规个整个人拢惶心恐恐。立委郭国文同林俊宪邀至中央地方相关单位到场进行会勘，要争取推动7股内海沙洲护育、含大寮排水整治计划。市府水利局总共会向中央申请18亿经费来修复，预计明年开始动工。刚刚就看到一个缺口，那个缺口就是海水倒灌一个主要的原因。那现在又满水位的情况底下，要如何把这个缺口用紧急的工法把它堵住？让它水不会再进来，水位不会再增加。另外，用大型的抽水把它抽掉，这样才不会造成下一次的淹水。所以这个部分啊，今天不尽快把它抢修起来的话，恐怕会造成进一步更大的伤害。那我们给它整体希望相关单位来就提出一个紧急抢修。第二个就是复原复建的部分。还有第3就是中长期，如果解决相关地方的水患，所以呢，咱希望讲把一个整体计划分短中长期，把它政府应该要好好的来重视啊。另外，为了解决这回之淹水状况，水利局已经启动抢修作业，预计在2礼拜内底完成盐田道路加灌工程，暂时形成第2道风线，控制积水范围。后续嘛将推动灾后复建工程。强化地区防洪设施，提升沿海自路的安全。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心中毒性是癌症患者治疗过程当中常常拄到严重挑战，甚至造成治疗中断、预后的恶化。对此，生态病院团队完成全球第1例以新一代心脏无力的药物来预防第2期临床试验，而且研究论文嘛刊登在欧洲的知名杂志。生态病院跨专科结合心脏内科、肿瘤医学部甲联医办外科，成立爱心团队，对4年前伫个癌症中心的病房区设立癌症心脏的特别门诊，打造癌症加心脏共病专项卫教护模式，并且由内科部的主任刘炳燕带领，完成全球第1项医疗新一代心衰竭药物 ARNI 来预防癌症治疗诱发的心脏毒素。设计了一个临床试验，让这些病患在治疗之前呢，就开始服用这些心衰竭的药物。那结果我们发现，服用这些药物的病患，他心脏功能受损的程度呢，事实上是非常的减少，相当的多。那另外一组没有使用的，它就增加了非常的多。那我们这个癌心团队，就是说癌症跟心脏的团队呢，是在4年前我们开始组成。那当时候我们透过院内的一些计划，还有国务院的计划，让我们的经费呢
能够得到一些补助。那我们利用这些药物的测试呢，希望能够帮这些癌症的病患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他们以后接受这些化学治疗的时候，不用担心这些药物会影响他们心脏。面对癌症的高盛行率甲死亡率，成大病院心脏内科医师刘延文嘛表示，就算癌症治疗好、活了久，心脏的功能嘛爱好。目前这项的临床试验已经得到真好的效果。研究的成果唔定伫去年，伫澳洲的心脏学会年会中的口头报告，而且论文嘛伫今年正式刊登伫国际知名的期刊。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临床试验，其实事实上是拿这个药物来看看能不能预防心毒腺产生。那就像刚刘主任所报告的我们去年是全世界第一个在欧洲心脏学会这种世界的大会上面做口头的报告。那在11月，其实美国在巴西有另外一个团队在美国心脏学会的大会上面也有类似的报告，其实他们的结果跟我们还蛮一致的。那也就可以证实说，其实大家都有相同的一个结论那我们今年已经把论文也正式写完了那也是全世界第一例在国际期刊上面正式发表。那我想期刊发表只是一个里程碑啦，重点是还是在于我们要去治疗我们的预防我们的病人，然后能够让他们有比较好的照护。成大病院研究团队表示，这项研究纳入100位的初次接受乳癌辅助性的化疗病患，平均年龄50.4岁，受试者自化疗前接受低剂量的 ARNI 的治疗，甲着无使用该药物标准照护组进行为期1冬的比较，发现 ARNI 组无任何病患出现心脏功能的恶化。而标准组却有26.3%的患者出现。未来团队嘛将继续搁较大规模第3期的临床试验，持续推动癌症医疗领域的研究，甲伫临床的应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中嘉宽屏三冠王相助车主办的新时代主播夏令营，得提出7月2日、2日2天，吸引将近30名高小学生参加。课程除了邀请真侪专业的师资来授课，另外有实景的操作，包括配音、录影、采访，甚至坐上主播台，每一位学员拢收获满满。中嘉宽屏三冠王相助车新时代主播夏令营，第一提出2天的课程，除了邀请外面的讲师，伫个新媒体时代，教导小朋友如何运用 AI 的人工智慧，介绍生活相关的应用。我们的课程都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也都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课程这2天里面呢，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也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当主播然后后面学着怎么样去当记者做采访，那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正确的这个媒体识读相关的一些观念而伫个实景操作方面，有声音的艺术表达，甲着商业摄影的指导等。另外，还佫有资深的主播郭文吉甲陈碧春亲自来教导新闻采访，甲着面对镜头表现的技巧，透过角色的扮演，甲着分组来采访训练，提升每一位学员的自信，甲着表达能力。从一开始的不让 AI 来 A 你，到现在的新闻体验活动，让我获益良多。这是一个有趣好玩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活动，我下次还要再来。我学到了很多的 AI 的程式，然后还有做简报的程式，还有情绪那一些的，然后还有关一些采访的知识。我收获很多，然后我们有学到那个 AI 的可以自己制作唱歌，还有心智图跟怎么做简报，然后还有要学会适当的使用 AI。然后第2天我们就是自己当小主播，然后还会上新闻当小记者。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来这边可以学到很多主播的知识，像我们可以学习到新闻要如何采访，投稿机会在你面前。而最后，就是安排小朋友亲自坐上主播台，实际来操作摄影机，甲着幕后的设备，搭配专业的化妆师造型指导，完整来体验新闻制作的台前，甲着幕后，
让小朋友对看新闻提醒到家己来报新闻。大家好，我是许晨月，欢迎收看7月22日星期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举办2025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带领学童了解节目制作过程，学习采访新闻、播报新闻以外，还融入最热门的 AI 课程，丰富有趣。经过2天的授课，甲着实践的过程，每一位参加营队的小朋友拢收获满满。主办单位最后嘛一一来颁发结业证书。而这期未赴参加的小朋友，后个月8月12、13，还有另外一体处。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热天上届浪漫由4大元老牵姻缘的单身联谊盛事，今年将在8月24登场，包括树顶大天后宫、树顶武庙、大官亭、树顶行政宫以及重庆市等4大月老庙联手来合作，邀请籍伫台南，或者是伫台南食头路的单身男女报名，希望伫元老的加持，成就美好的姻缘。用下府城4大月老庙，如大天后宫的烟粉元老、武庙的拐仔元老、行政宫的看喙元老、重庆市的草港元老等生命的特色，规划办理2025府城蜜良园4大元老一线牵单身联谊活动，将为单身的男女牵起良缘。黄伟做市长吼，伊来促成这4大宫庙共同来这个办，办起这个活动咧。这个活动是咱开始报名到迄个到8月24，要以迄个安平大元皇冠要来举办迄个这个联谊啦吼。查甫的部分有80个，女性的部分有60个，名额有限。希望讲咱设置于台南市的，是台南市服务这青年朋友啦共同来这个参加。主办单位今年也加码推出府城4大月老123情缘添好温泉案，规划红包礼金3中送的等等好康，鼓励单身男女早日成婚。咱4大月老庙也有共同来推出一个123。来讲这加码活动，来当互咱青年男女会当咱会当照顾。来讲伊结婚领证，咱就1万块这个红包甲赠送。伊当伊结婚后生囝，咱就以这月子钱甲牛奶粉钱，咱2万块来甲助伊囡仔是大汉。等甲这小朋友3岁要上幼稚园，咱就3万块。来个互伊教学方案，做这青年男女加娶加生阮庙4大月老庙共同为这个社会这个平台来促成这个代志。2025府城蜜良园活动8月24日将伫咧台南大湾皇冠酒店举办，有计招募80位男性以及60位女性。报名资格除了必须要设置伫咧台南市，也则是目前伫咧台南市上班，还符合相关年龄限制。报名期间为即马开始开放网络报名到7月31日早止。主办单位欢迎单身男女踊跃报名，找到家己的好姻缘。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伫台南市御赐中义堂主事台湾真少见的马虎千岁，不过历史上确实有一个人物，就是马元将军。经过了解，现代真正听到的老当益壮、画虎不成反类犬等俗语，拢是伊所留下。做回来了解。创设于1956年的忠义堂，主祀马府千岁，其中的灵为马元将军，又名伏波将军。据了解，仅在苗栗宗祠有拜，且形象都不同。而忠义堂的马府千岁，并非分灵自任何宫庙，
是早年马府千岁吴玉景降基在范金河身上，替范家子孙解决身体不适。因为我的阿嬷吼，伊足信的，伊跟我讲吼来甲落香来邀请伊马府千岁，伊搁再来落驾来看会当我大阮厝大阮厝来甲安置来甲风俗。迄个时阵，阮的故事就是伫点仔铺这点庙后全台首义县城隍庙还特别进献金匾福钵，另一块金匾金盒是范家第一代子孙进献，因为范金河仙逝之后追随马府千岁，后敕封为范府中军。不过说起马援将军，在历史上的东汉确实有这号人物，也留下许多经典名言。伊是一个武将，我若讲伊是后汉光武帝刘秀的丈人。《后汉书·马援传》内底写作详细，介济就是伊什么一句啥马可裹丝环，这句应该大家拢定来在听。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以及借兄子严敦书家训当中的画虎不成反类犬，都是他的金句。今年新庙堂才刚落成，香火有归，堂内执事委员会出钱出力，后代子孙延续传统之志，共同在南台湾发扬福波将军信仰。记者上海滩的报道。高雄车站中央广场最近出现一则参像管风琴的装置艺术，每一天中昼准时放音乐，不止唤起大家对火焰车的记忆，嘛吸引不少民众翕相留念，成为当地新的焦点。高雄车站的下层中央广场出现了一座酷似管风琴造型的装置，成为了许多旅客经过驻足拍照的景点。中午12点一到，现场响起了熟悉的旋律，竟然是管风琴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让不少经过的民众惊喜连连。这座装置名为听真器，以管风琴为意象，模拟过去蒸汽火车汽笛声的回响。目前还在测试阶段，但特殊的造型和独特的管风琴声，让路过的民众也都纷纷表示新奇又有趣。很好啊，增加艺术气息啊。Oh, it's actually amazing. I mean, I didn't expect it's actually like a musical pipe or something. I thought it's just like what do you call this? An installation, like an art installation. 不过在第二段乐曲登场时，高亢磅礴的巴哈 D 小调触戏与副歌，让部分民众直呼有点被吓到。建议未来正式启用时，可以调整选曲类型。第一段还不错啊，但是第二段有点奇怪，在这边放这个有点奇怪。有一点就是中间有一点不太适合啦，对啊，还是可以放一点开心一点的。就是一开始第一首歌是《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至少还是台湾的元素。然后后来中间有一段一度是不好意思，就是很我不知道曲名的交响乐，然后我被吓到了，所以也许觉得这个选曲上可以再多更有高雄的风味一点，我觉得应该会更好。目前听真器还在校调与优化阶段，预计在8月与其他5座公共艺术装置一同亮相。整个高雄车站共有6件艺术作品，各自应对城市的历史记忆。届时铁道局也将举办音乐会，邀请民众一同来共襄盛举。记者陈军高雄报道。热天一到，大家拢爱耍水清凉一个。其中，伫家人暖暖的清水公园，市府开1800万打造了喷水等相关的设施，正式展开清水的季节。同时，市府嘛预告第2位的清水区将规划伫8号公园，而且明年就会当启用。炎炎夏日，小朋友拿着水枪在水池内喷射，也有小朋友躺在水池内消暑，还有人从大象贴滑梯滑进水池，
整个戏水池都是欢笑声。抓紧喷泉喷射时间，不仅小朋友开心玩耍，大人也一起享受喷泉带来的清凉。好玩吗？水柱会不会太强？妈妈觉得会不会太强？不会。怎么说？不会受伤哦。因为夏天很热啊，然后这样有水很棒。市长谢国良和暖暖区市议员林敏勋、连恩典和陈冠宇和市政府局处首长共同主持开幕仪式，宣布暖暖清水季正式启动。我们大家都知道，暖暖清水季是我们重要的暑假基隆孩子们的水上活动，那所以我们也增加了这附近的设备，让家长跟孩子在换衣服跟如厕的时候可以比较便利方便。那我们对于百福公园也有增加水上设施这样的一个计划，也希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能够顺利完工。来，我们往最前方看，3、2、1，清水季！清水季正式启动，今年还增设了厕所和盥洗设备，方便民众冲水，就怕来玩的小朋友会奔跑发生危险。暖暖区公所呼吁家长要注意孩子安全。往往就是没有淋浴车的方式，他们就只能换衣服、干洗这样子。对，现在有淋浴的方法，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对，基隆距离海这么近，但是基隆现在全台湾都差不多了。真的能够玩水的地方并不多啊，尤其是暑假这么安全。有这么安全然后多元的那个设施跟活动，这真的很棒。新设的淋浴间哈，然后这是御厨式的，然后往年都是搭那个帐篷，让大家在这里面更衣啊、换衣服，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冲水设备。那今年呢，基隆市政府就编列了预算，总共1800多万来更新我们的这个淋浴间还有整个步道。那清水公园的戏水池跟喷水的时间戏水池开放的时间是每周的周2、周3、周4、周6、周日，那也就是每周的周1跟周5会休息，因为要清洁打扫。那喷水的时间呢，就是每天的9点半到11点一场。然后下午就是4点到5点半一场，大概是这样。然后来清水公园呢，除了要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来以外，还有就是在喷水的时候或玩水的时候，尽量要求小朋友不要奔跑。夏天到来，玩水消暑是许多大朋友小朋友的喜爱的活动之一。戏水公园甚至让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又安全。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感谢收看7月23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呢。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